水开啦！猪骹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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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猪脚囤足鸡调味。Hello， 有听到我声音吗？哦，我刚一度手忙脚乱，哇靠！我真的是难得一天开3台哎，大家安安，应该要听到我的声音吧？然后应该有发现本频道的 BGM 的钢琴乐是不是好像有增加啦？感谢我宅，感谢娘娘。感谢毛毛老师，感谢我的台语老师品春啊总裁，还有吴星，还有写词的我陈老师，还有 YHL 帮我们把这个这么棒的 PV 赶出来。可以先帮我听一下我们很棒很棒的这个钢琴版的纵 C 的 BGM 跟我的声音啊，对了，卡西拉 balance 还可以吗？谢谢你们，很开心今天可以公开这首歌哦。这首歌基本上是我们的肝脏，为什么说我们的肝脏？因为其实就是如果只是忙这一首歌的话，其实是还好。但是因为今年度我们团队决定就是要冲看专辑的部分，好，也就是说专辑之前，在募资以前，我们就已经先把这张专辑的 demo 做好了。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投政府补助的部分。你这是在练习得奖感言吗？不是啊，老师，我不管有没有得奖，我总是要谢谢，就是这首歌大家的心血，大家的肝啊，对不对？对，我跟你讲，不止助声有钢琴版，大宝老师已经说了，他要丰富我们大家的频道，丰富这一次就是专辑赞助者齁，所以基本上啦，我们这一张专辑全部的歌曲都会有钢琴版本，还有纳卡西的版本哦。谢谢你们，水果大哥。然后我刚好看到我们16大师兄，谢谢你的降落，还有笑乐，还有刚刚我像很像来不及看，因为其实我刚在手忙脚乱，我在忙那个待机室，然后想说要快点切过来这边，我在整理，就是我待机室还有 OBS 的部分这样。然后总之总偷先感谢一下与会的大家，然后不管是会师老师、音乐老师们，然后还有就是降落的16大师兄，然后特别过来一趟的 B 鹏鹏们、会师们，然后还有就是很感谢我现在私讯，就是大家都很热情的跟我说恭喜，或者是说他来不及过来看的，什么都没有关系，今天可以很安详的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好踏实啊！是欧达，大大爱你爱你，谢谢啦，姐姐棒棒吗？默默欧达最棒，我期待我的3D 之后可以有机会跟欧达一起扭，欧达真的很会扭，很会跳，我每次看到3D 我都看得目不转睛啊！姐姐也可以跟你一样棒吗？你可以教姐姐跳舞吗？谢谢与会的大家特别过来一趟，因为这个时间其实有很多 B 鹏鹏他们才刚起床，对，所以也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猪猪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要接近睡觉时间，好了，有点夸张啦。晚餐时间完，其实我的体力就会逐渐下降啦，对，所以就算是我们时差好朋友，但是也谢谢你们努力的帮我推个、转贴个、留言个。然后赞爆的什么，谢谢啊，阿里亚桑，我记得くれる，阿里嘎多，阿里亚桑，迪卡姐，别这么说，谢谢，阿里亚桑，阿里嘎多，谢谢，好，老师你也来呢，谢谢，爱神，谢谢14个月的猪仔专员，即便想挑战成功，接下来你们挑金曲奖的部分，我们努力啦。我们努力，姐姐教你健身吗？可以，我们可以等价交换一下。健身的部分可以，我教你怎么发那个正确的那个力道，我们来深蹲之类的。然后金曲的部分，当然我们把这张专辑做出来的话，一定就是有什么奖项我们就投看看。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团队的肝基本上可能已经没了。对，猪肝，我现在的猪肝是可能我们团队不只是我，就是自行要增生自己的猪肝，不然会活不下来。对，然后其实简单来讲，大宝老师有跟我讲说，金曲的部分真的是很上层的卷，对，所以要挑战的规格又是更加的
难度又更高了啦。对，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就是在可能台文的正确性、语调的正确性，以及音乐的这些，不管是丰沛的一些旋律，或者是情绪方面，希望都可以达到很棒很棒的一个平衡。因为这首歌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不会唱歌。这首歌其实在录的时候，我有多次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唱它，因为它有很多的东西是很细腻的东西，然后又偏偏这首歌因为是比较缓慢、比较细腻的东西，它在台语发音又是更加的需要去做一个，就大家会听得很清楚啦。对，如果我没有发好它就完蛋了。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不管是在台语的发音部分，还是在音调，我们不要把这个调性做一个太夸张的跑调之类的，跑是跑步的跑，调是调性的调。也就是说，在这些音调还有台语发音的部分，我尽量跟吴昕还有品从他总裁努力的去寻求，就是他们就是给我正确的东西。但是这个正确的东西一旦发音确定住了之后，我们要套进去这首曲子的时候又不能太生硬。所以就变成说就是像可能老师们啊，不管是台文老师或者是毛毛老师是我们这次的编曲嘛，两边都一定会稍微努力的就是 handle 住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就变成说台文老师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这里这一句你这样子发音台语就不对了，或者说啊发音我尽量 handle 住，但是那个调性尽量不要让它跑调。例如医生是医生的意思，但是我尽量不要唱成一星，懂吗？如果我今天想要唱医星，就尽量医星也这样套进去这样唱。然后但是有些东西呢就会变成说是一个拉扯，因为如果说一旦我们用台语的调性下去唱，感觉就像念诗一样啊，所以音乐老师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不是我要的东西，这个没有情感，这个太生硬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这个很用吗 ？FF 啊，猪猪这次没有去 FF， 因为太忙了。这次可能就我连那个委托米娅的那个时间都没有，不然其实有些小小的周边是可以委托的了。然后罗伊多嫂你好，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为 C A 陆老师也来了，谢谢。我们这次的专辑里面也是有为 C A 陆老师的肝哦，对，老师你们的肝全部都要 hold 住。然后黑箱数据关于那些，我的肝项不管是不是黑的，它还在就好，它只要都还在就好了。对，所以有些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制作台语歌曲的时候要必须去拉扯的东西。刮的那段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我会录到我不晓得该怎么去唱这首歌，可是说真的过程真的很有趣，因为就像可能吴昕在帮我校正一些发音的部分，那我直接去品从他总裁那边直接请他指点我，就是有些东西怎么发音的那个过程真的是很好玩，所以刚好就是我朋友我帮我录下来那些过程，然后变成了秀词效果之好的，你知道吗？就大陆归以来赛 Q 啊，我没吃土啊 ，Q 啊没吃土啊，我告诉 Q 没吃土啊。然后幸好伊拉赛听完祝生好感动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感谢。不嫌弃的话，请多多帮我推广出去，按赞或者小铃铛开启，或者是可以的话留下你们对于这首歌的只字片语在祝生下方的留言串，我都会去看。对，我都会去看。对，老师又刮。然后我们先华夏催泪，我们谢谢我们祝生，我们丢逼的爸爸，我们的伟伟老师。老师，你今天变成伟伟老师了，你知道吗？对，老师他其实也是很努力的，就是跟我一起想要把就是台湾正确的发音跟调性套路，就是所谓的流行乐里面，所以很可爱哦。我觉得这次的合作超可爱的，就是说我努力的在吴昕跟品从他总裁那边，就是把正确的东西学回来，然后大宝老师当然就是 handle 住音乐性的东西，例如编曲，然后可能作词什么之类的，就是尽量就是他那边可以帮我 hold 住就 hold 住，他就是负责帮我跟可能音乐老师们沟通，我这边就是负责好好的把这些台文的发音好好的把它念好或者是唱好，然后变成说我们两个是彼此的算是润滑剂吗？因为在这首歌开始唱的时候，开始练的时候，我们会录音嘛？那录音起来就是会，可能大宝老师就会传给音乐老师们听，我这边就会传给台湾政治的老师们听，然后听
听下来，两边果然纠结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了。像可能这次就是负责的音乐老师都会比较算是娘娘的部分，对，也感谢娘娘，对，这个曲子的部分超级感谢娘娘。这一首歌出自于娘娘之手，好，娘娘是这首歌的妈妈。那娘娘基本上她也是非常非常注重细腻感情的东西，好，所以就会变得比较拉扯。就例如说我今天把东西唱得太字正腔圆的话，就变得说很生硬，就这首歌一点都不柔了，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可能就想说，好，我换可能比较柔的唱法，但是可能对于台文老师又觉得说，迪卡这么你跑调了，不对，不是这样唱，然后所以就很可爱哦，所以就变成大宝老师那边就可能要协调一下音乐老师们，然后我这边就协调一下台湾老师们，然后我们就彼此协调完，就是彼此是彼此的润滑剂，协调完之后，然后我跟大宝老师有两个人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弄，可能大概可以怎么弄比较好，对，大概是这样，我们再试看看。超有趣的，你知道吗？然后这位是叶耀人，你好，谢谢。对，两边注意的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基本上在制作音乐的时候，对，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制作这个台语专辑，然后发现说，原来台语歌是比华文歌还要再难制作的东西耶。对，有时候甚至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更懂台语的话就好了，可能大家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这么累？对，但是会发现说，我懂的东西越多，我会更纠结那些正确的发音跟正确的调性。我到底要不要去懂它啊？妈呀！对，仔，我们的鬼仔之前，彩彩，你的蛋糕还喜欢吗？有金元宝，我跟你讲，那个是帮你补财运，知道吗？对，我们就是这个月的当家总裁彩彩出现了。对，所以其实是短短的30分钟，我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讲。那么这首歌的诞生其实很刚刚好，就是延续到我今年在经营这个频道的时候，除了台湾文化文创，还有台语歌的练习之外呢，就这么刚好在年初的时候，好像我们家庭聚会，那我们家屯妈很可爱，她还非常硬朗，非常美丽，然后陪着我们嘛。可是我很难想象说，她哪一天可能走路了，可能需要我们去扶持的那个时候，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因为她年初的时候就很俏皮的在家庭聚会的时候跟我哥哥讲了一句话，他只是就是不知道聊到什么，就跟屯哥说：“你以后不要把我送去养老院。”就这句话，我当下听的就是蛮鼻酸的，就很有感，就突然想了很多很多，就觉得说，天哪，现在爸爸妈妈还这么健康硬朗，我很难去想象说哪一天，可能我们要去面对到说他可能慢慢的身体机能退化，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他万一哪一天忘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突然想的很多很多，然后再加上今年啊，算是好事情啊，因为我哥哥好像去年年底买房子还是什么时候忘记了，总之哥哥跟嫂子买了房子，那他原本是跟爸爸住在一起，那就搬离了爸爸的那栋透天嘛，那不说真的就这么大的一个透天，现在也只剩爸爸一个人住在那边。Harry 你好，他的音调比国语多不少，真的不容易。对，那好，我先把这一趴说完，所以就刚好妈妈只是开玩笑跟哥哥讲，我就突然想了很多，突然想到说，天哪，就是哪一天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照顾的那个时候，他们心境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再加上哥哥他今年又搬离了，就是我爸爸的那个房子，然后我哥哥他女儿也蛮调皮的啦，就跟我爸爸讲了一句话说：“阿公，你现在变成独居老人。”然后就小孩子他就只是开玩笑啊，可能我爸爸他听了就笑笑，只是我那时候当下我听的就是咕咕，整个心情又独居老人，我爸变独居老人了，对耶，我爸变成独居老人。哦，谢谢柚子，对，光合作用，谢谢你，朱星被抽到了一下，对，但是我哥说贷款好累，就跟胡说八道先生说贷款很累一样，就是下一个阶段啦。所以刚好我妈妈年初俏皮的讲了这句话，你不要把我送去养老院了。然后我爸爸可能现在真的的确是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一个透天，所以我就对耶。然后再加上今年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年终的时候，中间的中后，不是年末，不是要领年终的那个年终，
你知不知道今年很多壮世代的熟男们，78岁的熟男们不知道怎么了，就一整个就很多意外爆冲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在今年度可能刚好又我阿嬷的部分渐渐的也因为退化的关系开始忘记我是谁了，所以就很多很关联的东西都发生在我身边，所以我突然就是在思考一些很深刻的东西。因为我们家楼下也有一个老人机构中心，那我们常讲说可能新生命是祝生娘娘迎来的嘛，但是我现在都会觉得说，那祝生娘娘不晓得她除了保佑小朋友之外，她会保佑这一些可能对我而言是已经失去了身体机能的孩子吗？因为我常经过我们家楼下的算是关怀机构，那的确因为像年轻人时下都双薪，然后又没有空照顾他们的双亲，那在可能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走，没有办法自己去自理的时候，只能送到那样子的一个机构，所以我都称为很像那个就是一个我不要说老人，壮世代的幼儿园吧，就真的很像幼儿园的一个形式。他们也做劳作，他们也带动唱跳，他们也可能就是看一些什么节目，想要活络他们的大脑。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些年纪稍大的孩子们，他们是退化，感觉就是退化成像孩子们般的存在，他也会担心没有人爱他，他也会担心是不是他就再也没有那个所谓被爱的价值。真的想很多朱迪卡你怎么想那么多？所以就想了很多，我突然想到说，那祝生娘娘会去保佑这些可能已经老去的孩子吗？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这个不是祝生娘娘的范畴，但是我一直觉得说，他们其实就像孩子一样，希望被爱，希望被关注，希望被重视。所以渐渐的刚好这首歌娘娘当时把曲子放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觉得天啊，这首就是祝生，对，就觉得很天选。这首听这个旋律，就是现在你们听的这个旋律其实是 demo， 你们知道吗？我就当下觉得说天哪，这个是天选，这个就是天选的祝生。对，屯骂你谁？我朱迪我会没有啦，阿嬷不晓得我在经营 VTuber 啦，我只会说我是谁谁谁本名这样子。对，我希望他一直记着我，但是很像已经没办法了。他连我爸爸有时候都还要提醒他一下这样子。对，这个是 demo。对，我们先谢谢娘娘产出了这么有意义的这首 demo， 然后当下一唱我就说这首就是祝生了。对，然后就把我这些想要加入的这些想法，其实这个想法蛮复杂的，但是叭的没想到，现在不管是歌词还是情绪，完全就是迎合我今年在推广或者是想传达的东西。这首歌很美，但是也很难唱。有时候去到日照中心，你会发现他们一直看着上，对，你懂吗？他哇，真的是这样子。那么，我觉得生命的轮回就是这样子。祝生娘娘她可能会赐予可能妇女一些生命，所以祝生娘娘基本上在我们民间，基本上大家都觉得说啊，可能就是保佑小孩、保佑妇女之类的。那其实我也是希望可以的话啦，就是生命们也可以多多关怀一下这些可能已经退化的这些孩子们。那当然就是我们有一些可能宗教的状况下，人如果一旦终老，我们最后是有些宗教是觉得下地狱嘛，有些宗教会觉得说去所谓的耶稣那边，所谓都 OK。当然这个可能不是祝生娘娘的范畴，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关系到一个生命的循环。对，所以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很担心我唱得不好。我其实这首歌反而卡夹，感觉像怎么录怎么过，对不对，老师？但这首歌我自己其实也卡了很久，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唱好它，所以我自己其实也很纠结这样子。好有感情吗？谢谢小天。阿妈常做时光机旅行，真的吗？真的吗？有种说法是人的一生就从零到有，成长之后又倒带。是航之妈桑。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首歌
已经算是涵盖了我今年度想要推广的一些东西，不管它是台语，然后还有就是壮世代的关怀。虽然说我们可能之前在壮世代杂谈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我们突破了就是国际的界限，我们关怀到那个日本的富田姐妹，嘿，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嘿在主题上面，对那个壮世代的关怀，壮世代这一词出来，就是说希望就是我们可能55岁以上的长者们也是可以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啦，所以我们上次那个壮世代，你各位帮我 Q 到那个富田姐妹，我只能说非常的迎合我们壮世代的杂谈主题。Lucy 来下，谢谢来到猪猪频道。不晓得刚刚的祝生这首歌大家有去听了吗？然后还有 Topi 谢谢你啊，阿里嘎多。不嫌弃的话可以留下你们对于这首歌的想法跟印象，我会很开心这样子。虽然但是我们现在 BGM 非常的感人，我们现在 BGM 非常的感人。对，我们就不要扯到奇怪富田姐妹了哈，不好意思。好了，我喝口水。而且今天真的是快闪哦，很难得这个时间还黏在这里。对，因为我在想说，我明后天应该是要努力的把这首歌在直播的时候把它唱好，因为要丢什么？要丢金米奖的演唱实力奖。所以我快点，刚好就是大宝老师有提醒我说，不然就是可能今天开个快闪杂谈之类的时候，可以耶，可以。富田这这么刺激。我跟你讲，我都是被科普奇怪的东西 ，Alan， 好不好？当初真的在那个主题的时候，我忘记那个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但是我感谢你各位，嘿，我们那一次的杂谈，我只能说也蛮代表性的，对，因为是那个壮世代关怀杂谈的部分，失智老人家直觉会跳到很多，对，没有错，真的是这样子。那么我在88节的那一天，我也特别刻意开启，就是小时候阿嬷在看的那个很后面的那个台数的第4台点歌的那个歌回，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想要在我今年想推广的这个东西做上一个企划上面的记录，因为我每次现在过去陪爸爸的时候嘛，就是假日有空就过去陪他之类的，这样对。被我哥的女儿说独居老人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心好酸，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现在有空就会快点过去陪一下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会转那个后面的台视哦，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看，而且我爸还会担心我无聊，他原本想可能转其他电影或者新闻给我看，我说爸你不要转，他说哈你别看这我讲对，我得别看这，我就坐在那边看，一直看。对，我发现那些东西其实跟 VTuber 的这个产业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为什么？因为那些点歌的那个主持人是跟我们一样，后面可能是绿幕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花花草草的一些背景，然后只差他们是真人演唱，我们是 P 一层皮，对，所以这个陪伴性质呢是一模一样的，唱歌也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他们可能卖药、卖健康食品，可能卖一些团购的饼干、保健食品，我们可能就卖周边。卖什么？对，卖一拳。对，来，你各位与会的观众们，你们如果想要一拳的话，对我们目前那个募资专案7500块，7500块，来赞助了去，来你都有一棍哦，10月18号就可以被我揍一拳，对，我金一棍，不是金哦，是金，好了，歪楼。好了，你各位来都来了，250块可以赞助一下本频道专案啦，本频道专案跑到最后，倒数2天了，好不好？嘿，金币奖，对，因为人走了是到云朵王国跟偶像团体合唱哦，这个也很哇，这个也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多好，对不对？多陪伴吞爸爸，一般就找麻将咖哦，当然啦，以前他在我儿时的记忆，他就真的是就拢溜溜的，常常就是去打麻将啊、喝酒干嘛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被带去那个纳卡西的一些不是怪怪的店，他那边就是单纯真的就是打麻将、喝茶、泡茶、吃点心，对，然后耳濡目染，然后才对纳卡西这么印象深刻。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到喜欢，那个时候就觉得好烦哦，我可以不要到这种地方吗？然后没想到就之后自己在做VTuber 的时候，它变成了我经营这个频道的一个养分啊。你看到他手指脱落，好会工商吗？嘿，刚问刚小周啦，你们要更会工商的吗？那么这个时间来到咱5点38分了哈，我们感谢娘娘做出了这么棒的一首歌，对，但是我们刚好在这个时间来都来了，唐突工商一下了。来，
主你开的钓鱼的募资，吼，即马，等下数字我看一下咯，来都来了，刚上好一个啦，吼，来数字来到着816362块咯，谢谢你大家，咱只要250块就当赞助落去哦，最后2天吼。吼，伫遮要感谢已经赞助的各位，吼，也是米鹏鹏，也是会师，也是音乐的老师，我真正就感谢感恩呢。他都迄主声有好听无？我真正感觉真正有够好听的好听。啊，毋过我有唱好无？我毋知影，莫问我，就恐怖诶。后来我们的募资专来到了我们的最后2天的时间了，对，那不嫌弃的话。250块，250块，好就可以加入我们这次的募资专。然后这次的募资专，我们有跟我们10月份的 V Stage 演唱会 ，V Stage 演唱会，在高雄的高雄音乐流行中心，好，我们有把这个，当好我拨一棍，好，金一棍不是金哦，是金一棍，可以被我周一拳的一拳特点呢，有绑在一起。好，这个就是7500块的套组，就是代表你加购啦，加购下去，然后刚好你有购买我们 V Stage 高雄场的 VIP 资格的话。即刻入手一拳特点，好吧？工商场于无形之间，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今天时间是很飞快哦，对，一转眼我好像只剩10分钟可以跟你们工商，好啦，差不多的时间呢。好，说工商就工商，这就是迪卡囤就可以感恩感谢罗达哈。好了，我们再切回来娘娘的这个，我们再切回来娘娘，等等。好多人想被揍，我也这么觉得，他妈的超奇怪。好 ，OK， 武强老师那么多人想被揍，我真的是参不透他们，你们知道吗？你有多猛？我的被迪卡揍努力爆肝，对，真的还蛮猛的柚子。然后超奇怪的你们。好了，不管奇不奇怪，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好欣赏这个首播。其实这个首播。在 YHL 老师做好的第一版的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很棒，哭了，哭了。对，这些人好怪，柚子你也是其中一个，哦，你也是其中一个。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可能精雕细琢一些地方啦。对，那。这张专辑呢，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做到好，嘿，但是我也从这张专辑了解到，就是说啊，台语专辑跟台语歌曲的制作的困难度真的是差不多，我觉得是有比可能华文歌在难上2-3倍的吧。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聊到，就是说啊，学者他们有坚持他们要的东西，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台语的评审老师，也就是说可能金曲奖评审老师他们刚好也是学者吗之类的，他们就会非常 care， 就是说我们语调有没有跑调，我们的发音有没有正确，这也是他们可能会打分数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完美的就是结合可能正确的语调音调，然后跟比大里就是非常非常适合的这个旋律套进去。对，但是我们努力在这一块，对，反正就是可能会继续拉扯下去，就是可能音乐面跟语调跟台语的正确性的这一面，我们会继续彼此拉扯。对，然后希望到最后这张专辑完成的那个时候，对，就是都可以很圆满的吧，就是都找到很棒的平衡点。然后今年跑的这个案子对我们而言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对，因为毕竟个人是要跑这么大的案子，然后也不晓得政府那边鸟不鸟我们。也不晓得赞助这边会不会成功的状况下，很像都还算顺利利。感谢政府赏饭吃，感谢大佬愿意赞助，对，所以就很多的心情，然后感觉心情上温暖。您刚在，其实我拢知和大力的赞助起来哈，就是其实心情会蛮三温暖的，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成功，你知道。好险，算是还交出了还不错的成绩单的啦。我一直跟我观众讲说，其实金币奖今年想投，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投。然后今年我想要做的一个事情，除了就是可能壮世代的关怀，还有就是就是刚刚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在家族里面体会到的一些可能生离死别之类的之外。我一直 focus 在说我有没有超越去年的自己，嘿，这个是我觉得如果要投的话，
我一定得要超越去年的自己，才有办法投下去，不然我有什么毛可以投？你现在没什么毛可以投，猪毛，好冷哦！别说你头痛吗？好，没事，我们大家一起头痛哈，老师。要我毛可以怪，你说的好奇怪，你们才奇怪，你们学校都奇怪，很烧心哦，烧肝，很烧心力。不过我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这张专辑我必须从无到有，就是说，可能台语的部分，我至少。可能我不懂曲子的部分，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帮忙，但是我觉得我至少在台语部分必须要更精进再精进，也就是说我要更了解那个正确性，然后再去把这个正确性看说要怎么去融合所谓这个流行乐，把它唱得好听嘛。因为有时候可能正确的音调唱起来，可能就在音乐老师耳里就真的很刺耳，就可能不是那么顺耳的东西。那我现在就要思考说，那至少可能。多多跟平春那总裁还有乌星学习一下，就是说可能正确的台语之外，就我自己也努力在音乐上面找一些平衡点，这样子吧。对，总之第一次做专辑很好玩，又烧肝，超烧肝。今年的奖项活动投稿都在差不多时间吼。所以才刚刚完成一个嘛，一个礼拜，哇靠，出6支唱片吗？你跟我们家水灵宝贝有的拼了。真的那种肝硬化起来了，各位的肝硬化起来，谢谢我的募资赞助起来，谢谢。好啦，总之谢谢你们大家，对我们乌星，还有hin春那总裁，然后还有娘娘，还有 Double 老师，我的面部嘞，回来，我吓我一跳，我的面部又出事。对，还有 Double 老师，还有毛毛老师，六千老师，YH 二路老师，然后还有草草。我们辛苦的录音师草草，我们这一次基本上这些歌曲应该都要麻烦他了。我还有谁没念到了吗？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我确认一下。还有，好，哦，专案执行助理，这位是。13 Lively 吗？我不知道我念错。Lively 好，如果我念错的话，それが申し訳ない。LEFTY，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啦 ，OK， 那么马そろそろかな。古有子龙一身是胆，只有一身是肝是吗？啊，小妮妮，你拿下，你听了刚刚的祝生的原创曲了吗？不嫌弃的话，最后可以留下你们对于祝生的感想，我会非常非常感谢的，好不好？如果愿意的话，请留下你们的感想让我知道。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时间嘛差不多啊，我们来看一下降落到谁那边去吼，真的是非常的快闪，等我一下哦，看一下降落到谁那边去。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去找懒懒玩吧。好，谢谢你们大家。然后募资最后倒数2天，猪猪明后天也会努力开台，开到礼拜3的晚上，很难得会看到我的时间。我是卡雷萨嘛，现在情绪上。感想要多听几次才能整理好，好，没有关系。总之欢迎大家把感想写起来，好，可以的话请告诉我吧。谢谢你们，那我们来切片尾咯。然后最后啊，来，我们大宝是有加嘛抽奖的活动，不要错过咯，在我们置顶的连结置顶啊，大哥你拿下，我是卡雷萨哇，大哥谢谢，也谢谢你的赞助，谢谢你们，谢谢与会的大家。然后说真的，大家生活不容易，然后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好不好？来，好，然后置顶连结呢是欢庆，我们已经破100人赞助啦，我宅的大宝老师有。加码万元购物金的回馈呢，快点抽起来，快点连结点进去。猪猪的那个 Twitter 的那个
那篇文章转贴个留言个按爱心，就有机会哦，知不？哎，是呼噜老师いらっしゃい，也谢谢呼噜老师，感谢感谢，感谢你的支持，感谢您的波比，然后最后也很开心，大家有 cue 到宝贝的声，对，那个也是这首歌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加进去的东西，很开心也如期加进去了。好的，先安呢，那我们先降落到兰兰那边，然后明天见喽。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ゾラン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兰兰的频道哦，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准备降落哦。感谢您的支持，我们明天见哦，大家拜拜，拜拜。